查出脂肪肝就記好一粒小藥丸，勝過一堆藥，因為咧性價比高。藥店咧一般咧唔會主動推薦俾你，但係有經驗嘅醫生咧就會經常開。好多有脂肪肝嘅朋友啊，佢隻四肢咧可能冇乜特別嘅變化，但係個肚腩咧就會越嚟越大。平時咧仲容易咧會覺得腹脹啊，或者係右上腹隱痛啊、乏力啊、冇乜精神啊，即係想去運動嚟控制咧，但係咧佢好難咁堅持落嚟。咁節食啦、減肥啦都有可能咧加重呢個肝損傷添。如果放任唔去管佢咧，呢個脂肪肝好可能一步一步咁發展咧，會成為肝硬化甚至係肝癌嘅可能。所以咧，一旦體檢檢出呢個脂肪肝咧，就一定要盡早咁干預。咁啊要記好一個國藥準字號嘅3支支肝丸。喺中醫上嚟講咧，脂肪肝嘅形成咧，多數同呢個痰濁咧淤結喺呢個肝臟有關。咁治療上咧就以化濁降脂為主，用呢個3-7支肝丸咧就比較對症啦。咁佢係由咧3-7啦、澤瀉啦、鵝術啦呢啲11味嘅中藥材咧就配伍而成嘅。咁啊有健脾化濁、去痰軟堅嘅作用，對症調理呢個肝鬱脾虛導致嘅脂肪肝同埋高血脂嘅朋友咧就比較啱嘅。大家記低未？